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去互伊的大娘狗的红婿指控到三大罪状。第一，来泄露到唱水舰海鲲号的声纹；第二，讲收空米赏；第三，来线交易。徐卡心是严正来反驳，嘛提出到国防部甲海军的声明来证明。徐卡心讲，早期犯无端的指控，无需要甲插。另外，针对着青鸟行动，徐卡心来压料，讲有民进党的高层伫咧背后咧插手。民进党的立委是来反呛，讲这是恶意连连看，都是硬甲无相关的代志牵拖做伙。民进党5月27号的党政主管会议上面，拿出了一份世方电讯的报告来做相关的交叉比对，指控就是林爷高层伫背后插手，民进党王岐川的监控风波，让蓝营伫青鸟行动找到突破点。徐卡心更加提出，蔡英文过去咧选总统的时阵，拨付钱予中华电信的子公司世丰电信，买相关的数据以及民意监测的分析。这些伺服器里面的资料，子公司可以提供或者贩售给政治人物或政党吗？子公司的人员不应该取得这些资料。指控世丰电信和林营之间有政治现金的来往，这回又敢若提供青鸟行动的资料，要求中华电信针对子公司彻底调查。事实上，中华电信是没有存任何的客户资料在世方电讯，言下之意，这就是一个恶意的连连看。世丰电信也背回讲，这指控是三讲是唔对。当时徐卡心伫这个时间点提起王岐川的证据，洪质疑讲，敢是因为伊和大哥的红婿指控盗窃江南声纹，受人的好处以及卖线交易。我没有玩股票，然后我也没有接受任何回馈，然后浅见声纹更是不可能有人取得。如果我有浅见声纹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早要被警察抓走了。也毋过，先怎大哥的红婿无代无志会提起承担海鲲号这件代志。徐卡心搬出国防部和海军司令的背书，强调无可能会盗窃声纹。他可能就是想脱罪吧，所以就想出一些就是非常荒唐，顾立雄跟海军司令都出来打脸的事情，到底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诈欺犯，他骗1次、骗2次、骗3次，骗到连民进党一大堆立法委员都上车，我自己看了也就是笑笑。如果徐巧芯说杜秉成跟他是外人的话，那么民进党更是外人，我们哪里来政治操作？战场过去，倒比看什么人的资源较济。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